台南市一名59岁王先生，因为3当前右上肺叶和右中肺叶有低密度的肺结节，接受胸腔镜的切除手术。伊伫甲去年发现右下肺叶低密度的结节嘛愈来愈大，基比病院可能着手术后的粘连，甲着肺容积无够的问题。最后以着肺结节消融手术来治疗，才互患者保留右下肺的功能。因为现在诊断技术的进步，那尤其是在111年7月开始国健局的肺癌筛检计划之后，那其实有很多的早期的肺结节一些不明原因的肺结节开始被发现。那当然大部分的肺结节我们会经由手术的方式去做切除，那同时去做一个诊断跟治疗的动作。那但是呢，有一些病人他是一个多发性的症状，那或者是肺结节它的位置上它并不适合手术的病人，或是病人身体条件不适合的病人，那这些病人的话，手术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那会切除比较多的肺活量，那或是有其他临床上的考量。那当病人不适合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肺部消融手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它本身的好处是说，它因为没有切除肺脏，那所以它在对于肺活量的这个减损上面，它是最小的状态。那但是当然它有相应的坏处它的坏处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简体它并没有被切除出来，所以在治疗之后，我们其实是还并不确定说这个简体它本身的病理性质到底是什么。基比病院胸腔外科的主任苏英杰表示，虽然热消融的手术会用替代传统的切除治疗，但嘛有伊的限制。上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度取得手术后的肿瘤检体，无法度确定肿瘤的性质，因此还是要经过专科医师的专业判断，并且做后续的追踪。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